即摆咱台湾欠水，这个可看到底什么时阵有法度解除？苏力基虽然讲是增强为中度风台，本来期待讲伊会使带来一寡雨水，毋过伊伫我近这个菲律宾东边的所在，就开始呢转北边去啊，离咱愈来愈远。这段时间，佫会为台湾带来大的空气，伫后礼拜是进前，西半部所在即拢维持好天，无法度呢寄望风台变怎？啊，若黄霜雨呢，每号季节敢有可能带来一寡雨水为咱台湾止水打？气象局局长讲啊，以自来来看，5月下旬、上旬，一直到上旬，恐惊拢无即个每号方面，提醒乡亲，目前为止依然爱节约用水。台湾嘛是真欠水，本来期待今年第2号风台苏力基会当带来水汽，不过即马确定讲会带来大的空气。即马看起来风台18号会开始往北边走，到时阵会有东北季风来。另外北边高压出海，同款会带来东北季风，所以后礼拜是进前天气拢会真稳定。风台未来当时会当等到每1号，气象局讲还佫需要一寡时间。那以今年的梅雨指标来看的话，的确在5月上旬之前都还没有显著有利于梅雨发生的条件。另外来看云图，会当看到加比色的风背山要为中国华北来呀。高压跟气旋往东移动，这些沙尘就会从它的原地，也就是从蒙古地区被带出海。因为今年发生真侪摆风背山，毛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讲，是这10年来真罕咧看情形。虽然即马影响的程度还佫需要观察和评估，不过提醒的过敏的人，嘛是要提早做好准备。